行政院會今日通過刑法定修法草案，增加毒駕酒駕的累犯再犯者袂當假釋。另外，依托米子接用這電子烟的類事，行政院也提出危害防治法修正草案，對本地規定使用限縮到若准有電子煙，就直接不收，而且重罰10萬塊。若早入境呢，上重會當罰到100萬。相關的草案後續會交立法院審議。嫌犯走到無尾巷內底，警方隨牙籤甲人壓落來。2時半暝，新北路口一台轎車，我互警察查問，也使互警察入，要2個查甫人攏互抓起來，車內也超出3種毒品，總共82公克，而且涉嫌食毒賽車。為了阻止食毒賽車、啉酒賽車一直發生，行政院25條關駕駛標準，佇刑法第77條增訂，袂使安全駕駛罪累犯5年內底閣再犯的，袂使駕駛。如果他是在新法施行前曾經判處死刑，確定那後來經過這個救濟程序，經過法院撤銷改判為無期徒刑或逾10年有期徒刑者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我們原則上就是適用新法，讓他也不得假釋行政院會進前調懸食毒賽車刑期，也毋過立委講，食毒賽車弄死人處5年到12年，10年內底佫食毒賽車弄死人，相關應處無期徒刑，是不是在真正阻止？第二次撞死人才最重判無期徒刑，沒有死刑，這樣合理嗎？具體的個案，如果說毒駕是不確定的殺人故意把人撞死了，這是直接進入到殺人罪了，這個會判處死刑跟無期徒刑跟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所以這部分實務上已經有案例要判死刑了。另外，與宋氏煙彈依托米子囥佇電子煙內底事，行政院提出危害防治法修正案，建立刑法甲行政法相殘機制。立委建議應該研發更加精準的快速體檢工具，抓緝食毒賽車。針對剛吸食不久、還沒有發作，甚至這個還沒有達到這個試劑敏感的門檻的時候，可能會變成漏網之魚。那針對這部分，我們警政署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作為？就是即便他剛吸食，如果原檢有發現毒品的話，我們還是會請他使用唾篩試劑。上游源頭阻斷的部分，針對製造跟輸入是納入刑法化。除了不得持有之外，加定了沒入，然後再來就是說，這個持有的時候納入這個行政法，最高可以罰3到10萬。這擺修法頭一擺甲持有電子煙納入法則，也若考慮電子煙佇部分國家屬合法產品，規範也參考非洲地區的防疫稅法，早入境相關處100萬塊罰款，那1年內底閣再犯，會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故意也是併科100萬塊以下罰金。此案會送立法院審議。記者綜合報道。